泰国岛内批做连接中国的高铁，不过工程的天车线常常倒去陷着列车，上无已经32个人死亡。伊朗反政府示威已经3礼拜，有专家认为讲要甲新权体制沿河岛，就要先通过4中的革命卫队这关。台湾即马有未少中高龄劳工延后退休，劳动部公布指引，希望劳资双方透过协商有共识。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少年劳动力减少，真侪企业出现欠工的问题。即阵就有未少中高龄的劳工选择延后退休，或者是重新转去工课场。劳动部今仔日也公布相关指引，希望劳资双方透过协商，伫工时甲工作内容等方面会当有共识。真三粒伫毒肉，一粒就处理好啊！伫大卖场工作阿美姊啊，毋那毒肉真厉害，整理冰柜电视的肉片，因为真有经验，真熟，一粒就整理好啊。65岁伊做甲真惯势啊，退休了后，互公司佫请倒来做。到这里面来，我的环境我通通都知道嘛，所以我很熟悉我的工作环境，所以我上班也很快乐。过年即要到啊，卖场生意真好，更加需要老经验的员工来服务。阿美姊也希望加20年工作经验，传到少年的同事，公司已经有工作或者设计来减轻伊的负担。为他量身定做调整一些工作的工时啊，做一些辅具啊，职务赛政系的申请，让他们可以在工作继续航行。台湾正值进入超高龄社会，加上即阵囡仔生少，少年劳动力减少，袂少工作找无人。中高龄劳工退休了后，因为经验真丰富，加上身体状况也袂歹，有时搁等去工作来补这劳动力无够的情形。像新报文化服务据点就会到3工介绍。如果他们想要进用中高龄的话，可以先看看有没有什么职务是可以拆分，或者是细部是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协商之前。可能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是先来做退休再回聘，还是说我们就继续下来，延到66岁、67岁，采哪个方式可以来先做一些讨论。劳动部特别公布中高龄继续留来工作的参考指引，强调除了原企业继续请以外，也在协商来延后退休的年龄，也是退休了后再搁请。经由指引，头家甲劳工双方经由协商讨论工作时间、地点、内容，合意了后订定新的契约。头家也需要替中高龄劳工来投保这职灾保险，并且注意职安卫生的事项，保障继续留来工作这批劳工工作会使顺利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去年花莲马太红溪放山湖做大水，造成19个人死亡。有灾民就质疑讲，施工时无收到特例的通知。今仔日花莲地检署展开调查，约谈乡长、公所的秘书、有民政科长等人，要来厘清这件事故敢有牵涉人为疏失。今天带回几个人？检调毒袭疏失分几啊路，约谈的重要对象就是花莲的公署乡长林清水。香港大概是什么实况啊？不会觉得蛮无奈的。对提文部做回应，就互带登去侦讯。检方的新闻名单，有公所的秘书、民政科长等人，执行这部行动是约谈4个公署乡公所现任含正任的官员，所涉公所含乡长的徛家等所在出手来追查。啊，脚不见了！去年9月，花莲马太阳溪放山湖的一大水洪灾，造成19个人死亡，真侪人失踪。一寡灾民控诉讲，伫灾难发生进前无任何通知，才互因妹夫得胜。伫第一线执行特例任务的林清水，伫灾前捌公开讲，因已经无法度负担一直在增加的疏散人数。比较困难，就是说我们的划定范围那么宽大，你到底多少都正确资料给我们，我们可以才准备多少兵力。当来看时事，去年的8月12日，捌特例697个人，但是当阵还未公布。9月2日，经过中央2摆汇报，本地是暗算疏散275个人，后壁佫1摆开会，决议扩大特例范围。花莲县政府伫2日开始特例，时间来到9月23日，伫一大水的1点外钟前，地方汇报讲，当中疏散8500多人，内面做堆伫避难的有5200多人。你下面的人完全不动作，连我们大坪村佛祖街连听到广播都没有。如果你有宣导，我相信佛祖街的人听到，一定会有离开的人，怎么还会有人在里面？
讲说，若是量能无够，敢有向顶悬来反映，寻求更较侪人力资源来投入，因为遮侪居民拢是对地避难，尤其大多数拢是老大人。事前的风灾宣导和第一时间的疏散特例公布敢有落实，已经封列做实刷落来的侦查重点，检方调特例名册和风灾通报资料，厘清过程敢有人为疏失。政府也早上有收到这个讯息，那我们尊重那个司法机关的调查。讲说洪桥村乡长洪调查专案对涉犯过失致死、废除职务罪方向侦办。虽然花莲县政府表示尊重，但是相关的特例工作是牵涉到公所、县府和中央互相配合。检方刷落来的侦查，敢会起立到最高斩击，是真受到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泰国东北部今仔日发生一桩铁路意外，当地一条连接中国甲泰国的高铁路线断了施工。不过，这天车煞向向倒去，前拄前就去陷着一台列车，造成败马。上无已经有32个人死亡，也有真侪掉伫咧车内底的人等待救援。火车车厢清楚阵阵乌烟，车体也严重变形。泰国东北部早起9点外发生一起互人真惊吓的铁路意外，一台由曼谷开向奥文府的特快车，伫经过中泰高铁施工路段的时阵，顶悬高架桥工程用的一台大型吊车，向飞到公车员落落来，直接弄向咧驶的火車。เคนเหมือนเขาว่าเคนเนี่ยผมก็นอนหลับอยู่ว่าเคนมันห่างกันอยู่นี่เคนตัวนี้นี่นะมันกระแทกแล้วก็เลยตัวลอยไฟลุกเลยไหมครับตอนนั้นตอนไฟยังไม่ลุกครับแต่ว่าคันที่สองพอผมลงมาดูช่วยคนเจ็บเสร็จก็เห็นควันเริ่มมาแล้วเริ่มมีควันคันที่สองเรือไฟไหม้ก็ช่วยได้ไม่ทันช่วยได้แค่คันที่สามได้บางคน第10车厢虽然惊险闪过，不过后面第2、第30车厢被吊车当弄掉，车厢败马，并且了后引起大火。消防人员一直向损坏的车厢喷水，救援人员徛在火车站海点馆找找罹难者。经济乘客和歪曲更绑困掉的所有人员，爱用切割器材将紧急转海救援。乘客大部分是去外地工作路工嘅学生，享用欢呼和真济家庭心碎。แล้วรถไฟมาพอดีเลยไงครับใช่ครับอ๋อจังหวะพอดีเลยครับพวกนี้เป็นเครื่องที่ความเร็วสูงสุดแต่ถ้าอยู่ๆมันมีเบรกอะไรก็ตกมากระทันหันอ่ะทำให้รถขี่ไปกันเป็นความสูญเสียที่ไม่ควรจะเกิดเลยและมันเกิดซ้ำซากตลอดนะครับ这台吊车是作为一项价值54亿美金的高速铁路建设工程，这计划由中国支持，目标是在2018年进行起好，连接曼谷经过辽国通向中国昆明的高速铁路，属于中国近代一带一路基础建设倡议之一。根据泰国媒体报道，负责承包的公司甲去年3月在曼谷倒去国家审计署办公大楼的承建商施工一间，但是发生了后，施工暂停。泰国政府已经成立联合调查小组。重点在于吊车操作轨道安全防护措施，施工甲铁路运作协调机制甚受疏失。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伊朗，伊内底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已经要3礼拜啊！即马全国是已经有100外城市拢加入抗争，甚至连美国总统川普嘛放调讲，要透过经济制裁甲军事资源来强硬插手。不过，面对这威胁，伊朗的政权煞是看起来也老神在在，敢若无受到什么上大影响。这都会当针对2方面来讲。先来讲这百姓的部分，发起抗议的人是无一个带头的领导者，而且当局阁甲因切断网络，互因无法度对外联络，所以要组织起来就有较困难。另外一方面，伊朗有革命卫队，阁有民兵组织，这加起来要100万人会当互政府做靠山。这个部队为虾米遮尔始终？除了牵涉到权力、甲经济等等的因素，上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伊朗是伊斯兰政府，也就是讲这宗教就是统治的基础，有真侪支持者愿意遵守体制。追随神权，信仰就是因的一切。这嘛甲部队甲政权之间的关系拔好掉。就有专家分析讲，若是要甲这政权演好倒，上关键的就是爱看这伊朗革命卫队始终的程度，敢有法度甲拍破。美国总统川普13强调，若将和伊朗政府定下示威群众正确死亡数字，美国就会做出适当的回应。We'll get some accurate numbers as to what's happening with regard to the killing. The killing looks like it's significant, but we don't know yet for certain. I'll know within 20 minutes. So, and we'll act accordingly.
川普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强调，那伊朗伫10时开始用假刑处决民众，美国采取非常强硬行动，不过无具体说明。进前，川普伫密西根州的集会公开呼吁伊朗民众坚持落去，继续抗争。美国援助已经得要到啊。And by the way, to all Iranian patriots, keep protesting, take over your institutions if possible, and save the name of the killers and the abusers that are. And I've canceled all meetings with the Iranian officials until the senseless killing of protesters stops. And all I say to them is help is on its way. 伊朗因为通风问题爆发抗争，为去年11月18到即马，已经破获全国31个省份内底180万都市。总部伫美国人权行动者同情者统计，已经造成超过2400人死亡，当中包含12个囡仔。伊朗政府为1月7日开始切断全国差不多9000万人的网络，不过有人透过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卫星接收器，将抗争释放尽可能对外传送。伊朗政府指控美国是要继续军事攻击借口，不过另外强调。加美方对回管道一直维持开放。رئیس جمهور آمریکا باز هست و هر وقت نیاز بشه از اون طریق پیام‌های لازم رد و بدل میشه علاوه بر کانال رسمی که میدونید کانال دفتر حفاظت منافع。虽然这摆抗争表面上对伊朗新权政府造成压力，不过专家认为要断定德黑兰政权会伫短期内崩盘，还阁上过早，会触发伫后续抗争规模。伊朗情形该战是不是分裂？美国、以色列是不是军事介入？包含真国防的后生流亡海外巴勒维是不是组织强大反对势力？甲86岁最高领袖哈米的警方状况这因素。BBC 指出，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政府就建立精密而且残酷镇压网络。15万个伊朗革命卫队就是镇压革命的反革性，也佫有数十万个效忠新权体制民兵组织。所以目前也无到伊朗新权政府会向崩盘的阶段。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译。伊朗的反政府示威继续咧滚假，美国总统川普毋但公开表示讲，这援助已经伫落里啊，佮宣布要对所有甲伊朗做生意的国家扣25%的关税，这嘛互影响上大的中国气甲掉脚顿地。伊朗各地示威行动已经演变做最近这3冬上大的统治危机。根据人权组织调查，目前已经有超过1850个抗议的人伫咧镇压当中过身，轰掠的人突破16000人。德黑兰当局甚至计划要甲示威的人处决。美国总统 Trump 都用社群媒体甲伊朗的民众赞声。Trump 访访问的时阵，佮强调美国当咧注心死亡的人数，针对伊朗人民的援助已经起够啊。There's a lot of help on the way, and in different forms, including economic help from our standpoint, and not going to help Iran very much. And we put Iran out of business with their nuclear capacity, and now, depending on what's actually happening, nobody's been able to give us accurate numbers about how many people they've killed. 除了甲伊朗的人民赞声 ，Trump 嘛取消甲伊朗官员的会谈，而且佮用关税制裁，宣布任何甲伊朗做生意的国家，若是进入美国市场，都用25%的额外关税。这项政策影响上大、上直接的，就是中国，因为中国去年有关买13到14%的原油进口挖靠伊朗，若是新关税起步，中国运去美国的物件，关税恐惊会突破70%。我们始终认为关税战没有赢家。中方会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面对 Trump 关税威胁，中国学者分析，安尼做仅是大兴世界钱，食啥尔？目的是为着要伫4月去中国访问进前，增加谈判的牌子啊，可能让 Trump 要去中国的无确定性增加。Trump is again bluffing, and China will call the bluff. I can assure you that Trump has no guts to impose the extra 25% tariff on China. And if he does, China will retaliate, and he will be punished. 希望北京态度真强硬，不过伊朗防杀害的示威者人数一直增加。Trump 政府内部已经开始建议，包括军事打击甲网络攻击在内的强势选项。美国、中国、伊朗3国之间的相达，当咧为地缘政治延伸去经贸领域，嘛互北大西洋甲波斯湾的局势愈来愈紧绷。公视新闻郑伟仁编译。
南韩的总统李在明去访问日本，双方针对经济、安全甲 AI 科技的议题交流。会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阁邀请李在明做伙讲稿，互动真趣味，嘛展现两个人的好交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甲南韩总统李在明伫严肃的日韩领袖会谈了后，两位领袖斗阵拍鼓，互外界看了到地行一个也真欢喜。高市甲李在明双手演奏拍鼓 K-pop 热门的金曲。学生时期担任乐团歌手的高市甲李在明拍鼓合作时，展现两国领袖真罕咧看到轻松欢喜的表情。会后，两人也交换鼓棒，展现双方的好交情。李在明也送几套南韩籍祝寿果予高市。高市的婚礼有日本籍环保的手表。李在明伫13飞到日本，伫高市的故乡奈良举行双边的会谈。两人对经贸、安保、AI 科技这交换意见，同时也讲到全球甲科学安全的议题。高市讲，日韩关系甲日美韩三方的合作，对着科学稳定有帮助。同时确认日本甲韩国建立一个无限形式、随时会谈的管道，也就是来回不断的这种外交的关系。大統領との間では今後もシャトル外交を継続していくことで一致いたしました。这都结束访问中国之路，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的李在明，重点放伫日韩甲中国关系的立场，呼吁强调中日韩三方深化合作的重要性。 저는 동북아 지역의 한중일 3국이 최대한 공통점을 찾아 함께 소통하며 협력해 나갈 필요가 있다는 점도 강조하였습니다. 李在明访问日本第二天，参访奈良县的世界遗产发扬区，经由这座甲朝鲜半岛历史渊源真深的庙寺，代表日韩关系迈向新的阶段。高市预计伫今年找时间回访南韩。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2岁到4岁囡仔，逐天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间，上好是莫超过1点钟。英国政府就按算要发布新的指引，来限制囡仔看电子产品的时间。 伫伦敦这间学校内底，妈妈甲心肝仔囝做伙互动，这是伫囡仔成长过程当中上介好学习的方式。不过，根据英国政府要发布上新的报告，会当发现太侪囡仔实在是想买3C 的用品，因的目睭看的毋是外口的世界，是定伫咧手机啊顶悬。She sees my phone, she just loves it, and then it's like she'll just try and take it. 调查显示，若是用伤侪智慧型手机啊，会阻碍5岁以下囡仔学习，也阁有讲话能力。所以政府要来制定一个指引，按算4个月要来发布。英国大学学院研究发现，囡仔若逐天看荧幕5点钟，伫34个思虑的测验当中，敢若得53%。逐天若敢若看44分钟以下的人，是得65%。A lot of vocabulary is acquired through interactions. 研究阁发现，98%2岁以下囡仔平均每一天看荧幕的时间是2点钟。有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建议，2岁到4岁的囡仔一天看1点钟，这个标准的敢若34%。专家讲，4分之会使入学的囡仔看到绘本，袂晓家己翻译。另外，一名全球伤过肥，也有糖尿病危机。世界卫生组织呼吁针对有糖的饮料，也有酒精提悬扣税。Got taxes in lots of countries, 150 or something like that now. Some studies from the UK, for example, suggest that the sugary drinks industry levy in the UK has had an effect on childhood obesity and on tooth decay. They do hurt the people on the lowest incomes the most. People on lower incomes tend to be more likely than people on higher incomes to be drinking or smoking or consuming sugary drinks. 食薰、啉酒，也个啉有糖的饮料，这对人体拢是不好的。世界卫生组织伫2025年7月正式推出计划，希望讲伫2035年进前，将这3项产品的价格至少提悬50%。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 韩国的泡面正受到外国人的欢迎，即马伫咧全世界是卖甲下叫。根据韩国海关的统计，去年韩国泡面外销的金额就有15.2亿美金，其中卖上侪就是中国甲美国，占出口额超过40%。
不管是世界拢用看到的便利商店，或者是泡面专卖店，人客为5岁10岁货架顶悬提家己家己的泡面，有人早等于煮，不过更较侪人选伫店内用店内提供的烧水甲电磁炉，在真寒的冬天，食一碗小小的泡面，身躯是烧乎乎。这间毋是真侪韩国人生活的日常，也正做去韩国旅游的外国观光客真介意的消费方式。I think it's really good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different flavors, and also I think it's like evolving. 法新社报道指出，烘焙真侪国家的韩流文化，加做韩国泡面受外国人介意的主要推手。根据朝鲜日报引用韩国海关的统计，泡面外销的金额，在2023年之前拢伫10亿美金以下。2023年是9亿5200万，到2024年就超过10亿，达到12亿4800万，成长31%。2025年佫增到15亿2000多万美金，年成长是2%。It's become so popular that they needed to add the word on the dictionary, because in the dictionary you have all the words that are the most used. 以前讲到这种随煮随食拉面，英文单字拢是倒边为日文翻译的。不过即马韩国泡面方美国国韩语发音翻译的多片正平的单字，共款被收入于牛顿英语词典。朝鲜日报指出，为迎合增加外销需求，生产泡面食品业者拢正拼，比如生产辛拉面农心食品，计划伫2016年下半年，在釜山国区转回外销的泡面生产工厂，共款伫庆尚南道。三香食品要伫美容市增加第2个厂区，另外为进攻中国市场，三香按算伫浙江省设第1个海外生产据点。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通年期这几年来，通货膨胀严重，物价直直起，民众生活强要斩袂掉，就连相对较俗的麻胖，这5年来价格嘛是起6倍，对一般的家庭来讲，要度生活有影有较食力。乌麻胖为烘箱内底出炉，加一杯红茶，就是在地通年期的早顿，世界拢当看到这项国民基本食食。不过，通年期通货膨胀危机，价格是直直变，5档内为3里拉起到20里拉，算起来是大票15块。虽然数字无足大，不过生活成本拢总起，生活有影艰苦。Yemek yiyip çıkayım derseniz burada 600-700 liradan aşağı çıkamazsınız. Ama ne yapıyorsunuz? 2 simit alıyorsunuz ve 2-3 simit alıyorsunuz. Bir iki çay içiyorsunuz, karnınızı doyuruyorsunuz, gidiyorsunuz. Yani satışlar değişmiyor, yine değişmiyor. Yani çünkü 通年期的通货膨胀实在是足严重，关键就伫咧2021年，迄时政府伫咧通货膨胀到20%的时阵降息，互里拉这种在地货币落价足紧的，进口的能源甲食食价格嘛一直起去哩。2021年通货膨胀是升到75%，遮尔悬，民众实际收入求水，一直到2023年以后，政府家利息升起来，政策方向改变，市场的信心才豆豆转来，起价趋势嘛降落去。11月通货膨胀的数字降到31%，是2021年以来上低，不过生活成本也是足悬。Bugünkü enflasyon durumunda da ekonomiye baktığımızda da şey yetmiyor. Yani bugün kiraya veriyorsun 30 bin lira falan zaten. 2 kişi yaşıyor olsan bile en az yarısını sen kiraya vermek zorunda kalıyorsun. Ve faturaların oluyor vesaire. Onun dışında mutfak masrafın oluyor. Senin cebine zaten asgari ücret hep eksiye düşüyorsun her ay. 虽然乌麻胖的价格反映出社会规个生活压力还阁真悬，不过单顶头要是有打一张纸，希望消费者会当捐一寡乌麻胖，互较善车的人一点仔希望。公司新闻施惠东编译。那讲到车古镇，这是早期伫高雄的林恒地区正时行的一项技艺，不过即马是已经强要失传啊！加在有社区发展协会愿意继续拍拼，招12个庄头的学生来重新做车古镇，互这项传统技艺会当继续流传落去。穿传统服装对着这造展现独有的脚步手路，这是由高雄市林园区文贤社区李小基地组成的车古镇，捌伫运动部转变运动署114年全国民俗运动镇得到文镇镇头公开组第优。这个团队的组成并无简单，因为团员拢是对学校出来的。后来因为无法度延续，才提出项目由社区接手，招12个庄头的高中小学生来组成。我觉得很开心，我很喜欢跳舞，然后
感觉它很古老，很有传统感觉。希望阮一只组织的囡仔来办一个，互囡仔会当下课，会当有一个延续这个学习，都来传承这个文化。这站因为大环境的影响，车鼓店伫台湾已经较少看会到，有兴趣的人嘛愈来愈少。去年的全国民俗运动店、车鼓店全国嘛敢若因一队来报名。这个文化除了面临短暂的问题，伫推赛的过程嘛有真侪阻碍。因为阮恁过咧跳拢跳400年前的戏文啊，讲实在真诶人也听无啥有啦。所以讲阮真也开始。伫咱即个土地唱阮家己的歌，讲阮家己的故事，所以阮即届阮有编一个你问好地理，套传统的曲调。武定将庙埕稳定伫大厅，传统文化面对社会环境的改变，也必须爱对咧调整甲变化，互大家有机会理解参与，进一步传承落去。记者顾昭勇高雄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今仔日新闻世界通，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